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就係內地實施咗新嘅黃金稅收政策，搞到成個金飾股板塊星期一齊齊下挫。老鋪黃金曾經跌超過9%，周大福都跌8.7%，六福跌6.9%，周生生跌6.1%，真係一片愁雲慘霧。咁究竟呢個新稅制係咩來頭？等我同大家詳細講解下。以下資訊都係根據大行報告同市場公開資料，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一定要自己獨立判斷，審慎評估。內地財政部同國稅總局日前聯合發布關於黃金有關稅收政策的公告，由今年11月1號開始實施，一直執行到2027年12月31號。新政策好明確，通過上海黃金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交易標準黃金係免徵增值稅嘅。但係如果發生實物交割出庫，就要按用途徵收唔同稅項，咁樣嚟區分標準黃金嘅投資性用途同非投資性用途。簡單嚟講，而家黃金首飾零售商由上海黃金交易所購入黃金嗰陣，無論係直接銷售定係經過加工後出售，都唔再享受部分嘅增值稅抵扣。原本增值稅抵扣率係13%，而家就降到得6%。摩根士丹利就即刻出咗份報告分析呢個情況。大摩話，黃金稅收政策調整之後，將會增加小型黃金首飾零售商採購金條嘅成本，而且會鼓勵佢哋直接向交易所購買。短期嚟講，金飾股預料會表現波動，但係中線嚟睇，一個更受規管嘅黃金市場，對擁有良好管理網絡嘅黃金首飾零售商嚟講，其實係正面嘅。大摩仲做咗一個情景分析，假設黃金首飾零售商由交易所購買黃金時，最壞情況下會導致黃金採購成本額外增加7%。佢哋預期零售商會將新增嘅增值稅轉嫁俾消費者，提高產品價格，咁樣對大眾市場嘅產品需求就會造成更大影響。特別係啲係低線城市業務佔比較高、產品利潤率較低、庫存週期較短嘅零售商，受到嘅影響會更加大。同時，以重量計價嘅黃金首飾需求受到嘅影響會更大，因為消費者對價格比較敏感。固定價格黃金首飾嘅影響就相對比較細啲。咁多隻金飾股裏面，邊啲相對更加有韌性呢？大摩就指出，老鋪黃金同周大福係相對有韌性嘅。點解老鋪黃金有韌性？因為佢更注重高端市場，利潤率相對較高。如果黃金採購成本額外增加7%，預計會降低2026財年毛利率約2.1個百分點，經營溢利預計減少9%。至於周大福點解都有韌性？因為佢哋嘅黃金首飾庫存量高達7至9個月，而且低線市場收入佔比只有約30%，所以預期只會降低2026財年毛利率約1.6個百分點，經營溢利同樣預計減少9%。不過都要提下花旗嘅分析。花旗話，目前仲未清楚政策意圖係只係想通過提高交易成本嚟抑制金條同金幣投資，定係包括限制黃金首飾消費。如果零售價格保持不變，預計老鋪黃金、周大福、六福珠寶2026財年純利將分別減少15%、26%、6%。面對咁嘅情況，黃金首飾行業好可能會整體加價嚟轉嫁成本壓力，競爭格局可能對龍頭企業更有利。事實上，周大福珠寶已經回應傳媒查詢，話近日發佈嘅黃金有關稅收政策，為黃金採購同生產帶嚟額外成本。為咗應對，集團由11月3號起對部分黃金產品進行價格調整。據了解，今次加價只係適用於內地，香港市場唔受影響。其實周大福之前已經喺10月底提高過定價黃金產品嘅零售價格，大多數產品嘅漲價幅度喺12%至18%之間。同時間，市場對聯儲局12月減息預期降溫，現貨金價再次跌穿$4000關口，金礦股都跟住走弱。中金國際、山東黃金、紫金、招金、紫金黃金國際全部跌1.5%至5.2%不等，真係雪上加霜。總結嚟講，今次內地實施新黃金稅收政策，消費者購買黃金首飾成本將會上升，金飾股短期受壓係預期之中。不過中長線嚟睇，一個更規範化嘅市場對龍頭企業其實係有利嘅。老鋪黃金同周大福因為各自有唔同嘅優勢，相對嚟講韌性會比較強。如果呢個影片對你有幫助，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channel。
亦都歡迎留言分享你對金飾股同金價走勢嘅睇法。我哋下集再見。